大家好，曾經有人話過，人生就好似一場戰爭咁樣，日日要同唔同嘅挑戰同埋事情嚟到去搏鬥，一件接一個嘅戰役嚟到去面對。但係當你去面對呢一啲嘅戰役嘅時候，你有冇諗過，你打仗嘅時候，你係為咩而打？你係為邊個而打呢？如果有一場仗唔單止值得打，更加可以贏盡人生嘅時候，你會唔會想知多啲呢？今日我哋就一齊嚟到去睇保羅嘅故事，睇下佢點樣嚟到去打一場美好嘅仗，喺生命裏邊遇見神。大家好，我係 Shipman。我覺得能夠喺生活裏邊實踐出嚟嘅，先至能夠叫信仰。所以呢一個係一個分享基督教資源嘅頻道，希望讓到大家喺繁忙嘅生活裏邊能夠得着信仰嘅啟發，將信仰喺生活裏邊實踐出嚟，從而做到生命中遇見神。喺呢個全新嘅系列裏邊，我哋會透過荒漠甘泉作為藍本，引導大家喺短短嘅時間裏邊有一啲安靜靈修嘅時間，盼望藉着少少嘅時間，可以同大家一齊默想聖經，生命被神改變，最後喺生命中遇見神。提摩太後書4章7節咁樣話：那美好嘅仗我已經打過了。保羅咧喺呢一度咧，佢將佢人生咧比喻到好似一個戰場咁樣。喺呢段經文，佢仲用咗幾個唔同嘅方式嚟到比喻佢人生。佢比喻為一個戰場，佢比喻為一個嘅賽跑，比喻為一個運動嘅比賽。每一個人咧都有自己嘅仗要嚟到去打。有啲人可能為咗自己嘅名利，有啲人可能為咗生計，有啲人可能為咗幸福。但係保羅佢話佢嘅仗係好唔同，佢話自己打緊一場美好嘅仗。點解咁講？因為佢喺呢個人生裏邊，佢為緊福音嚟到去打仗，為緊上帝嚟到去打仗。佢信仰生活唔係空口講白話，佢係喺生活裏邊去實踐緊一場嘅爭戰。佢一生為到福音，為到其他人嚟到去擺上佢嘅生命。佢喺唔同嘅地方，佢無懼其他人嘅挑戰，佢願意為福音嚟到去擺上佢嘅人生。因為佢體會到，當佢為上帝嚟到去擺上嘅時候，佢能夠靠着上帝嘅能力嚟到去將福音嚟到去傳開。佢就願意咁樣一生嚟到去燃燒，為呢一個真道嚟到去打美好嘅仗。荒漠甘泉裏邊呢，佢講咗3個理由啊，點解保羅去形容呢一場仗係美好？首先呢，佢唔係為咗自己嚟到去打，佢係為咗神嘅榮耀同埋人嘅靈魂嚟到去打呢個美好嘅仗。佢有一個好純正嘅動機，佢知道呢一場仗唔係為咗自己，佢係完全為着上帝嘅榮耀。佢要人去得到福音嘅好處。因為佢自己都曾經體會過呢個福音嘅好處，佢知道自己過去係冒犯人，係逼迫人，佢係罪人中嘅罪魁。但係上帝就咁樣去拯救咗佢，讓佢生命能夠扭轉，佢體會到福音嘅美好，所以佢同樣都想其他人嚟到去得到福音嘅美好。第二，佢係有絕對嘅把握嚟到去得勝。因為佢好清楚知道呢一場仗嘅主帥係耶穌基督，呢一場仗最終耶穌基督都會嚟到去得勝。可能喺呢個時候佢要同撒旦嚟到去搏鬥，但係呢個真係暫時。佢睇到喺永恆裏邊，耶穌基督一定能夠得勝。可能呢一刻會有痛苦，可能呢一刻會有爭戰，但係最後嘅結局係一定會贏。佢唔係靠住自己，佢有得勝嘅把握。所以佢覺得呢一場仗係美好嘅仗。最後佢睇到呢一場仗，佢得到美好永遠嘅獎賞。當佢打完呢一場仗之後，佢有公義嘅冠冕嚟到去為佢去存留。呢一個咧都提醒緊我哋，當我哋打仗嘅時候，我哋嘅眼睛呢唔係集中喺現世一啲自暫自輕嘅痛苦。我哋眼睛呢係着眼喺我哋永恆嘅裏邊。當我哋為呢場仗付出過後，當我哋打過完一場仗之後，有獎賞為我哋存留。呢個獎賞呢係我哋體會到上帝嚟到去稱讚我哋，
話我哋係良善又忠心嘅僕人。可能咧過去咧，我哋對獎賞呢一個詞語咧，我哋覺得好物質性或者好自私。但係其實保羅或者聖經裏面所講嘅獎賞一直都唔係咁樣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當我哋去服侍完一個我哋好着緊、好愛嘅人嘅時候，佢對我哋有一個衷心嘅讚美同埋欣賞，呢一個就係我哋服侍嘅獎賞。服侍耶穌基督或者服侍上帝都係一樣。當我哋去服侍完佢之後，我哋得到我哋最着緊嘅人一個衷心嘅讚美同埋欣賞，呢個就係我哋好渴望去得到嘅獎賞。保羅佢就係為咗呢一樣嘢嚟到去爭戰。如果我哋喺信仰裏邊，我哋真係為咗自己生活，我係為咗自己嚟到去戰嘅時候，可能其實我哋贏咗啲乜嘢都好，我哋都未必覺得滿足。但係如果我哋為上帝去爭戰，我哋喺生命裏邊遇見神，得着永恆嘅喜樂嘅時候，呢份獎賞係大過我哋喺地上邊任何一個嘅痛苦。你又為啲乜嘢嚟到去爭戰？你又為邊一個嚟到去爭戰？喺信仰裏邊呢，我哋真係面對一個又一個嘅戰場噶。我咧曾經聽過身邊一啲弟兄去分享，佢咧喺中學嘅時候信主，係一個嘅實習嘅階段，去到出嚟做嘢咧，先至係真槍實彈嘅一個戰場。的而且確喺生活上邊，當我哋慢慢長大嘅時候，我哋會面對更多信仰嘅實踐。我哋喺工作裏邊，我哋要決心去活出福音，去見證信仰。裏邊咧有好多嘅掙扎。我自己咧都曾經喺工作裏邊咧面對好多唔同嘅掙扎。當我咧要嚟到去決心活出信仰嘅時候，可能身邊嘅同事、上司，甚至乎咧係工作嘅夥伴，其實都唔係好睇好，覺得自己咧係即係挑戰緊呢個工作嘅文化，係同呢個世界嚟到去唱反調。甚至乎咧喺後邊咧，當我決定要嚟到去放棄工作，去專心傳福音嘅時候，都同樣面對好多嘅掙扎啦。有好多咧世界嘅價值觀加諸喺自己身上，嗰種成功嘅渴望，要去行世人一路行開嘅路，其實好多嘅掙扎。但係咧，當我決心嚟到去行上帝要行嘅路，我決定放棄工作，決定咧專心去傳福音，為信仰嚟到去爭戰。當我咧嚟到去喺往後嘅時間，決心投入喺侍奉上帝嘅路嘅時候咧，我喺嗰2年嘅時間裏邊，我發現咧我得到嘅竟然係比我付出嘅更多。我喺2年裏邊咧，我去接觸唔同嘅人，我體會到上帝點樣同我一齊工作，慢慢咧我嘅生命咧都嚟到去被改變，我變得更加成熟，我有我自己對人生嘅睇法，慢慢聖經嘅價值觀校正咗我人生嘅價值觀。我喺呢2年裏邊呢，我有好大嘅成長，亦都體會到上帝同埋福音嗰種嘅真實，點樣喺我生命裏邊呢一路嚟到去實踐出嚟。我要學習去愛其他人，學習去關心其他人。我發覺咧喺裏邊，上帝咧一路嚟到去同我同工，喺裏邊咧經歷咗好多唔同嘅成長。而且確咧喺信仰裏邊咧，要有掙扎，要有爭戰咧，我哋先至有機會嚟到成長。我都聽過咧好多弟兄姊妹嘅故事啊，有啲嘅弟兄姊妹咧，佢過去對信仰其實冇乜感覺，亦都咧唔係好覺得信仰好真實。但係直至咧佢喺信仰裏邊開始慢慢有掙扎、有拉扯嘅時候咧，促使佢哋再次去思想信仰其實對於佢哋有乜嘢嘅價值同埋意義。佢哋過去可能覺得信仰去到嗰個地步已經足夠，佢只係做一個僅得救嘅基督徒已經足夠，佢唔覺得需要為信仰去再付上任何嘅代價，唔需要再去向前下一步。但係當佢嚟到掙扎去反思點解要返教會，點解要信耶穌嘅時候，佢哋生命開始慢慢改變。上帝喺嗰一個時候嚟到去尋着佢同上帝嚟到去相遇，
可能係佢睇到其他人喺信仰裏邊失落，睇到有啲人當佢冇信仰，係喺地上邊飄嚟飄去嘅時候，佢體會到信仰，體會到福音喺佢生命裏邊嘅價值。上帝重新嚟到去尋找佢，佢體會到上帝係佢生命最重要嘅一環嘅時候，佢就願意為呢一樣嘢嚟到去付上代價，願意為上帝嚟到去爭戰。各位弟兄姊妹，今日你又為乜嘢而戰呢？你係為自己而戰，定係為福音而戰呢？我哋一齊祈禱。親愛的主，我哋多謝你，因為今日你藉着保羅呢一個生命嘅見證，話俾我哋知，我哋每一個人都喺一場爭戰嘅裏邊。我哋係為乜嘢嚟到去爭戰呢？主，我哋都好渴望嚟到去打呢一個美好嘅仗。求主幫助我哋喺地上邊要打仗係好唔容易嘅事，但係知道上帝你一直喺我哋身邊加我哋力量，為我哋嚟到去打呢個美好嘅仗。盼望我哋都能夠參與喺呢一場仗裏邊，我哋睇到將來嘅榮耀同埋美好嘅時候，我哋今日就能夠去奮力而戰，去靠着你去打呢一場美好嘅仗。我哋祈禱係奉主耶穌基督聖名祈求，阿門。今日嘅內容去到呢一度，鼓勵你喺結束之後仍然可以有一啲時間去默想頭先嘅內容，有個人同神祈禱親近嘅時間啦。